係提供一啲資訊俾大家，叫大家小心啲譬如喺飲食界嘅時候，好容易會發生啲意外嘅。咁其實飲食業最常發生意外有好多種啦，咁有一就係一啲搬運貨物嘅時候啦，或者搬一啲載住液體嘅器皿嘅時候咧，係最容易有發生意外。咁所以其實飲食界嘅僱主咧係要特別小心去安排佢哋即係搬運嘅時候嘅工作啦，提供一啲適合嘅搬運工具，咁例如手推車，咁就會安全好多啦。係。係咪先嗰啲滾水啊滾水啊咁嗰啲？同埋成日我哋見到咧，即係要踎低攞嘢啊嘛，即係唔好咧彎低身咁樣啊嘛。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呢樣嘢咧，工友就要注意啦。咁你搬運物件嘅時候咧，記得一定要捉住嗰個物件啦，同埋唔好烏低啊，一定要呢個背部要挺直。如果唔係咧，就好易傷到腰背㗎啦。哇！呢個都好緊要喎。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媽咪之前都試過傷到腰骨嘅，拎重嘢嘅時候咧整親嘅。所以其實咧，平時我哋拎重嘢嘅時候咧，一定要雙腳分開，但係咧就唔可以過臀部個闊度啦。咁仲要一隻腳向前，對住移動嘅方向，咁就得㗎啦。哦，好似好簡單咁噃噃。係啊，真係有技巧嘅添。係啦，好啦，借呢個時間，當然你哋唱下歌俾我哋聽啦。好，我交個頭俾 Hot Cha。Thank you。送俾大家。對我有感覺。飛禽走獸啊！跟你3步分秒的倒數，其實時候都不錯。我知你想有我的擁抱，快樂就不可對你暫時還好。明知我感應到每一下心跳上有幾個，放膽說不要太多招數，我經已被你暗中擺佈。誰發現開來求證，未見得我過得聰明，你未完全承認，再問究竟這算不算是好色？對我有感覺，小動作來叫我混亂又快樂，還未清晰的輪廓，讓我忐忑，我想我也有感覺，難被冷落，你沒有膽翻開結果，爭取我，原來認真愛過，從不驚愛錯。想過原地但仍是迴避，成晚無無的等你，我揀你喜愛睇的好戲，我慣了想你知夜幕仍神氣，明知你一切都見到，留意我每種喜好，你揀我熱愛那些歌舞，你知我直接最驚吞吐，誰亦發現愛來求證。未見得我過分聰明，你未完全承認，再問究竟這算不算是好色？對我有感覺，小動作來叫我混亂又快樂，還未清晰的輪廓，讓我忐忑，我想我也有感覺，難被冷落，你沒有膽。爭取我，原來認真愛過，從不驚愛錯，不甘心哪怕面紅，情願得我主導才夠勇，前來主攻，你到底懂不懂？
多謝。真係動感又得，溫柔又得，真係好嘢。好 ，Thank you，Thank you，拜拜。跟住落嚟，我哋請另一位歌手洪傑出。